伫咧新竹嘅江南乡有3000多个民生用户，因为欠水问题有影是真严重。自来水公司即暂时对于宝山水库要设一条新管线，上紧伫4月底就完工，互当地用水变甲真稳定。水龙头甲准开洗物件，即站有水通用的民众是真保守。新竹县江南乡逐工用水量6500吨，即卖因为头前溪矿化严重，剩1000吨左右，造成当地水也无够，对顶个月开始出现欠水的状况。都时常停水啊，用水要不够，水都对啊，前一阵子都时常停水啊。停水太多天会造成大家很不便，像洗澡啊、煮饭啊都没办法。为了解决欠水问题，自来水公司紧急对竹东、竹北调度水，而且按算对宝山水库抽一条新的管线过来支援，上紧4月底就使完工。又要从宝山这个系统再增加一个支援点到琼林地区。那这个工程我们大概预计最近大概会已经在编制预算当中预计到我们4月底以前会把它赶完那目前宝山跟宝2水库的总共加起来蓄水量大概只剩下500万吨那因为现在持续的天候不佳降雨有限那宝山水库像昨天进水量大概只有4万吨上下但是一天供出去的水大概要20万吨那这个未来我们也期望说大家尽量来遵节用水期待这一波春雨能够降下来来到水库，水库的水量强要打底，新竹地区宝山甲宝利水库水量逐工拢创下历史新高。自水公司讲，即摆敢若会当祈求天公伯啊紧落雨，欠水问题才有法度赶紧解决。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